崇拜開始，請站立。來啊，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，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。我們要來感謝他，用詩歌向他歡呼。大家一齊低頭禱告，感謝天父，讚美你，因為你常與我們同在，你嘅恩典夠我哋用。主耶穌，感謝你，因為你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，使我們的罪得赦免。聖靈啊，求你臨在，賜俾我哋悟性，使我哋能夠明白神嘅話語。感謝你常與我們同在，使我哋嘅生活充滿喜樂和平安。祈禱交託，奉我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如果真係透過詩歌去敬拜我哋嘅主，我哋嘅神。你是榮耀，至美尊崇，萬有都歸於你名下，配受傳頌，智慧知性尊貴，願讚揚獨有主美善的真諦。你是榮耀，至美尊崇，萬有都歸於你名下，配受傳頌，智慧知性尊貴，願讚揚獨有主美善的真諦，齊向你舉手傳揚神的犧牲與十架，同頌你深厚大愛，竟為我披戴荊棘冠冕，原是你恩典降臨，眾山海都震撼呼應，讓我靈為你歌，獻奉之成頌讚到萬世。你是榮耀，至美尊崇，萬有都歸於你名下，配受傳頌，智慧知性尊貴，願讚揚獨有主美善的真諦，齊向你舉手傳揚神的犧牲與十架，同頌你深厚大愛，竟為我披戴荊棘冠冕，原是你恩典降臨，眾山海都震撼呼應，讓我靈為你歌，獻奉之成頌讚到萬世，齊向你舉手傳揚神的犧牲與十架，同頌你深厚大愛，竟為我披戴荊棘冠冕，原是你恩典降臨，眾山海都震撼呼應，讓我靈為你歌，獻奉之成頌讚到萬世。你們要謹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當像智慧人。要愛惜光陰，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。不要做糊塗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
信心的等待。明天怎麼你還是不知道，越想得到的總會得不到。人生就像一片雲霧，出現小事就不見到，何必計較那得失終老。在這幽谷之中，我宣告，不必怕，因有你同在。別人笑我為什麼等待，因我知道盼望因你而來。耶穌捉緊我雙手，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夠，讓我可清心見你面，使我必得見光。耶穌捉緊我雙手，仰望那財寶在天上，愛慕神的抱着平安，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一切。明天怎麼你還是不知道，越想得到的總會得不到。人生就像一片雲霧，出現小事就不見到，何必計較那得失終老。在這幽谷之中我宣告，不必怕，因有你同在。別人笑我為什麼等待，因我知道盼望因你而來。耶穌捉緊我雙手，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夠，讓我可清心訴盡，使我必得見光。耶穌捉緊我雙手，仰望那財寶在天上，愛慕神的抱着平安，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一切。耶穌捉緊我雙手，有你的恩典我便足夠，讓我可清心見你面，使我必得見光。耶穌捉緊我雙手，仰望那財寶在天上，愛慕神的抱着平安，感謝你為我所編寫的一切。請坐。今日講道嘅經文記載喺傳道書9章1至10節。我將這一切事放在心上，詳細研究這些，就知道義人和智慧人，並他們的作為都在神手中，或是愛，或是恨，都在他們面前，但人不能知道。凡臨到眾人的際遇都一樣，義人和惡人，好人、潔淨的人和不潔淨的人，獻祭的和不獻祭的都一樣。好人如何，罪人也如何；起誓的如何，怕起誓的也如何。在日光之下發生的一切事中，有一件禍患，就是眾人的際遇都一樣，並且世人的心充滿了惡，活着的時候心裏狂妄，後來就歸死人那裏去了。與一切活人相連的那人還有指望，因為活着的狗勝過死了的獅子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
毫無所知，也不再得賞賜，因為他們的名已被遺忘。他們的愛，他們的恨，他們的嫉妒早就消滅了。在日光之下所發生的一切事，他們永不再有份了。你只管歡歡喜喜吃你的飯，心中快樂喝你的酒，因為神已經悅納你的作為。你的衣服要時時潔白，你頭上不要缺少膏油。在你一生虛空的日子，就是神賜你在日光之下虛空的日子，當與你所愛的妻快活度日，因為那是你一生中在日光之下勞碌所得的補償。凡你手所當做的事，要盡力去做，因為在你所必須去的陰間，沒有工作，沒有謀算，沒有知識，也沒有智慧。今日林海勝牧師講道嘅題目係生命存活真好。弟兄姊妹平安，都要對住鏡頭講講，因為今日有錄影。3號風球係咪？咁啊，打工仔就聽日唔知幾多號咧，可能個風慢啲，咁就去到咧係聽晚就可以8號，咁啊禮拜一就可以唔使返啦，係咪咁啊？不唔係嘅，即係我哋香港人都好中意返工嘅，求主祝福我哋。我哋先有個祈禱，親主你與我哋同在，你俾我哋有生命氣息，你叫我哋咧能夠係得蒙主你自己嘅悅納。傳道者嘅心懷意念，叫我哋喺唔同嘅日子嘅裏邊都能夠體會主你俾我哋嘅恩典。主求你幫助，你常與我哋同在。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9章1節至到10節咧，其實係接續咗喺8章尾嗰度。8章17節已經講啦，佢話咧係我專心想要明白智慧，要睇呢個世界所發生嘅事。有人晝夜不得合眼睡覺，即係就算瞓唔到覺啊，佢想去查考。佢就話：我觀看神嘅一切作為，知道人不能探求咧日光之下所發生嘅事，任憑佢點樣費多少力去探索，都揾唔到。智慧人雖說佢明白，卻不能找出嚟。咁就然後咧接續咗喺9章嘅1節至到第10節。佢話：我將呢件事咧就一切咧擺喺我個心個裏邊詳細研究。人生原來咧有好多咧係令人好沮喪嘅事啊！因為呢度咧係講原來咧係義人同智慧嘅人咧面對好多唔同嘅處境咧，同惡人咧所經歷嘅都會差唔多，都會一樣。咁我哋人咧係好着重公平噶嘛，原來人咧會唔面對嗰個處境係會唔公平噶。7月係咪好多名人或者藝人、娛樂界嘅人過咗身啊？咁就包括咗鐘景輝啦。鐘景輝原來讀過神學嘅喎，喺建道。包括謝賢啦、施南生啦，喺影視界好犀利。然後咧，我哋教會神學界嘅裏邊又有李思敬啦。大我1歲，咁似乎都係好後生。當人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，好多嘢就冇啦。
喺好多唔同嘅處境嘅裏邊，原來咧我哋喺香港，我哋經歷好多唔同嘅處境。有段時間死得人多，Covid 嘅時候，2019至到22年咧，香港死咗成9000人。啱啱咧係冇得再上訴啊！南丫海難死咗39人，因為咧係攞唔到嗰個嘅法援咧，佢哋唔再上訴啦。呢個禮拜結束，唔再上訴啦。嗰班旁聽嘅家屬咧，就反而咧離開法庭。宏福苑呢，168人死咗，好多嘅家屬咧憤憤不平，都要喺電視機面前咧，或者記者面前咧，係去講有幾多唔公道。人生仲有啲荒謬嘅事。而家喺利街啊，你小心唔好踩到人隻腳。一踩到人隻腳咧，兩位女士，一個咧係大廈管理員，一個咧係清潔工，就咧喺小巴打到落，搭小巴打到落即係落小巴。咁然後咧，其中一個就死咗啦。咁另外一個咧就被控誤殺，踩咗一腳啫喎，唔覺意啦，我估。即係好少人咧係喺一啲嘅處境裏邊特登去踩人噶嘛，即係佢呢啲係心理有問題先至會特登去踩人，啱唔啱？係唔覺意啫喎，生命就冇咗啦。然後咧打死人嗰個咧，一定要咧係面對咧係牢獄之災。傳道者面對生命、面對死亡，佢有咩睇法咧？佢話生命嘅裏邊咧，其實係好多嘅禍患啊！傳道者嘅信息去到第9章咧，似乎咧係要去表達生命存活之餘啊，睇到人生嘅境況，同埋神點樣去對待咧每一個人。我哋睇第1至3節，9章嘅1至3節。當你係去理解同明白之時 ，PowerPoint 可唔可以幫我哋打？係。佢話咧，我哋要將一切嘅事放喺心上，然後咧去研究，知道智慧人、義人同埋佢哋所作嘅，都係其實喺神嘅手嘅裏邊。無論你係有害或者有恨，都喺佢嘅面前。但人不能知道，人生嘅禍患呢，就係以為我乜都知道。所以喺呢一段嘅裏邊咧，神喺世間佢呢一度話俾我哋知，好人壞人啊，一樣可以係去享受生活嘅，享受神創造一切嘅美好，神嘅賜予嘅。既然係咁，我點解要做好人？有冇諗過呢個問題？好人心安理得咯，夜晚瞓得好咯。好人會靚啲咯，覺唔覺㗎？好人一定有一個笑容嘅喎。壞人咧，其實咧喺街你俾我望一望咧，即係有啲我會睇到，有啲當然睇唔到咧。知道佢係好人定唔好人嘅喎。好人好事就增添世界嘅美好。惡人個樣點解衰咧？因為人有七情六欲噶嘛，你所有嘅表情喺晒你個面個裏邊噶嘛。OK，咁我同個孫咧8個月我就玩啦，喜怒哀樂我扮樣，佢好開心笑啊。我驚嘅樣咁樣咧，佢又笑啊。一惡人咧睜起大隻眼咧，久而久之咧，佢咧個樣就好樣衰啊。所以我哋仍然要做好人，因為好人心安理得。我哋咧可以瞓得好、瞓得着。但係世上嘅人喺有呢個處境嘅裏邊，人似乎就係失控。有啲事情咧，看在眼內，放在心上。第2、第3節，如果臨到眾人嘅際遇一樣，惡人、義人都一樣，潔淨同不潔淨。即係舊約嘅時代，佢潔淨同埋不潔淨有一定嘅規定啊。獻祭同埋不獻祭，有啲咧係會獻祭，有啲唔獻祭。好人點樣，壞人點樣，罪人點樣？起誓嘅如何，怕起誓嘅
如何？因為起誓咧，你一講起誓咧，你就要為你所起嘅誓咧係去遵守承諾。好多唔同嘅處境，呢度就做咗一個對比。然後第3節，傳道者就話：日光之下有一件嘅禍患，就係眾人嘅際遇都一樣嘅時候，我哋會憤憤不平。有啲人活着嘅時候，心裏狂妄。而家講到咧最好講啊，阿 Donald Trump 球證用紅牌嘅啫嘛，佢用侵卡就打電話俾嗰個嘅足總個主席，我呢個係侵卡，你俾人趕出場嗰個唔使罰，咁都得喎。佢係咪狂妄啊？佢一話打伊朗，即刻啲金又升，油價又升，股市又跌。佢講一句啫喎，立埋埋，佢錢已經夠㗎啦，賺埋埋咧，用呢種嘅方式咧，用佢嘅權力咧，就賺咗好多錢。呢個狂妄嘅人咧，頒完獎你就落台啦，唔係企喺隔離唔肯走。我哋即係同咧係冠軍隊一齊影相。奇觀嚟嘅，世間有咁嘅狂妄嘅人。弟兄姊妹，人生似乎係不公平啊！但係最終我哋都知道，人人都會有一死。人生在世，點解遭遇一樣呢？講緊善人同惡人。如果係咁嘅時候，呢個就係一個禍患。但係人，我哋作為神嘅子民，我哋就需要學習一種嘅超然嘅順服。我哋知道一切都係喺上主嘅恩手嘅裏邊，一切喺佢嘅恩手嘅裏邊。呢份超然嘅順服，就傳道者話俾我哋知道，我哋將嗰個權交俾上主。其實最終嘅審判就唔係你同我，我哋知道乜嘢係善惡啦。但係最終對人嘅審判喺我哋神嘅恩手嘅裏邊，我哋就可以安然，我哋可以坦然。佢跟住就用一個比喻啊，傳道者第4節，佢話同一切活人相連嘅呢一個人呢，就仲有指望，因為活着嘅狗勝過死了嘅獅子。獅子係萬獸之王，係咪？死咗有咩用啊？喺舊約嘅裏邊咧，獅子係好被睇重噶，唔同嘅經文都有講。狗咧喺舊約嘅裏邊咧係鄙視嘅，甚至咧被視為不潔。呢度講活人活着就有指望。呢度坐喺度嘅全部都係活人，啱唔啱？不過你如果係個心或者個靈魂唔喺度咧，你喺呢刻都係死人，因為你心同你嘅靈魂不在。活人活着就有指望，活着嘅狗比死了嘅獅子更強。我就諗起我哋中國人有句説話：死豬唔怕滾水淥，因為唔痛噶啦嘛，佢唔再驚啦。我哋睇好多唔同嘅處境嘅裏邊，活着當然比死強。呢個隱喻啊，就去講緊一切有生命氣息嘅就有可能，就有指望。喺佢出世嗰一刻，你諗都諗唔到。睇完世界盃咧，有好多故事啊，係咪？你哋有冇睇㗎？有㗎，係咪？即係 Facebook 啊，有好多唔同嘅故事。嗰啲故事咧都好精彩嘅。美斯啊，39歲，咁佢叫 GOAT 啊嘛，GOAT 即係 Greatest of All Time 啊，喺所有嘅時間嘅裏邊咧係最偉大嘅踢波。佢喺巴塞打過波，係咪啊？我啲資料冇錯啦。佢曾經同嗰個拉馬，即係西班牙攞咗冠軍，19歲零幾日攞咗冠軍嗰個，同佢沖涼喎 BB 嘅時候，
因為佢係西班牙人，即係有幅相咧，美斯咧就同佢沖涼。喺佢沖涼嗰刻，點知道會有機會喺今年同佢一齊比賽，然後佢攞咗冠軍啊！想都想唔到。弟兄姊妹，生命嬰孩嚟到呢個世界就有無限可能，就好似你同我一樣，你哋嘅生命同我嘅生命一樣，喺神嘅恩手嘅裏邊有無限嘅可能。死咗就畫上句號。生命存活就有改變嘅可能同埋機會。當我哋保持呢一刻，我哋有活潑嘅生命，一切都有可能，都有指望。弟兄姊妹，活人嘅生命氣息係展現我哋生命嘅唔同可能性。喺呢個盼望嘅裏邊，我哋藉着神嘅恩典，我哋有唔同嘅可能性。所以我哋需要咧展示嘅係咩咧？你同我喺生命嘅裏邊，神俾你嘅恩賜同埋應該有嘅強項。你嘅強項、你嘅恩賜同我嘅唔一樣，就好好嘅珍惜、把握同埋發揮。弟兄姊妹，無論各人如何，我哋所作嘅點樣，我哋最終都要面對死亡，呢個係平等。當然你可以話，仍然有唔平等嘅，有啲人早死，有啲人遲死，甚至有啲時候我哋會咒詛，一日咁多人死，點解唔見你死？即係呢啲咁嘅處境嘅裏邊，其實就唔係你同我去審判，而係交喺神嘅恩手嘅裏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活狗比死屍強，今日我哋點樣可以展現我哋生命嘅活潑？我常常都保持活人嘅狀態嘅，即係瞓着咗冇得講啦，係咪？活人嘅狀態係點㗎？你眼睇到嘢，你聽到四周圍嘅嘢。OK， 如果一陣間樓下咧有兩個人喺度打交，你睇到嘅時候，你會點？我哋唔係要關顧鄰舍嘅咩？走埋去勸交咯。嗱，阿 David，你走埋去勸咧，一定聽你講啊！你有翻咁上下斤兩。但係最主要嘅問題就係，原來咧有啲時候咧，我哋覺得有啲嘢唔關我哋事啊，我哋睇唔到、聽唔到，我哋好驚惹禍上身。活人嘅狀態就係保持我哋嘅眼、耳、口、鼻有一個嘅活潑，保持活力，讓我哋發揮生命應該有嗰種嘅力量。見到唔啱嘅事，我哋可以因着嗰種嘅不平，係付出我哋應該有嘅能力，因為呢個係上主俾我哋嘅盼望。弟兄姊妹，生命點解重要呢？有冇睇謝賢啲戲有啊？係咪？謝賢啊，冇人唔識係嘛？咁咧，我幾年前就睇過一套佢嘅攞金像獎嗰套戲，叫做殺出嘅未來，殺出個黃昏。我啲記性差咗啊！咧老人家係咁。我其實係琴日先再睇翻呢套戲嘅，第一次係同師母喺戲院睇，然後再温翻呢套戲。佢就喺片嘅裏邊咧，有馮寶寶啊，有阿林雪啦，係咪？即係三個人咧，曾經係殺手嚟嘅。咁咧就後期你退休啦，喺麵店嘅裏邊咧做刀削麵，但係咧就俾機器所替代。老細攞個機高上面3分鐘削5碗，佢3分鐘點削到5碗刀上面啊？就被炒啦。佢跟住咧要重操故業，為人咧係處理安樂死，
咁呢個都全部都係編劇啊。但係其中一個情節裏邊，佢就認識咗嗰個鍾雪瑩啊。收尾鍾雪，知唔知鍾雪瑩邊個？又係金像影后，佢不過就唔係呢套戲，係另外一套。鍾雪瑩就建立咗咧，佢哋咧係話俾警察知咧，謝賢係佢爺爺，當然唔係啦。鍾雪瑩同一個學生哥有婚前性行為，然後有 BB， 卒之佢哋決定要去墮胎。謝賢作為一個殺手，唔認同呢個行為，佢哋黑市墮胎，佢就同幾個同伴去拯救鍾雪瑩同埋佢嗰個 BB。俾我就有好深嘅體會，一個殺手因為一份嘅良善，對一個嘅係未婚懷孕嘅少女，去幫助拯救佢將要出世嘅 BB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就會睇，未嚟到呢個世界嘅生命仍然係生命，生命唔同嘅可能係叫我哋能夠可以知道嗰份嘅寶貴，而去拒絕將一個未嚟到呢個世界嘅 BB， 叫佢喺死亡嘅裏邊。弟兄姊妹，上帝係美好生命嘅源頭，一切生命都係神所賜嘅。我哋就學習，我哋今日係一個活人，我哋要保持一種嘅活力。所以我哋退休一定要做運動㗎，唔使做嘢我都做運動㗎。我一日都起碼行1萬步㗎，行1萬步啊！你唔喐唔得㗎，知唔知啊？你食咗啲嘢唔消化㗎，行1萬步啊！保持呢種嘅活潑，然後俾人知道你係一個滿有生命氣息嘅人。人哋同你講嘢，你要望住人，你要聽。呢啲係人，我哋五官神俾我哋嘅，保持一種嘅應該有嘅生命力。弟兄姊妹，原來每個人嘅生命可以發揮出我哋超強嘅生命力嘅時候，縱然死亡叫一切都畫上句號，最終當然我哋可以喺天家再見。我哋每一個屬神嘅人，但係只要有生命，只要有年青人，呢個世界，呢個社會，每一個國家都有唔同嘅可能性。活久比死屍強，但係我哋活人，我哋點可以喺我哋呢個世界，喺我哋呢個社區展現我哋應該有嘅活力呢？呢個就成為我哋今日要學嘅一個好重要嘅功課。傳道者去到第5節至到10節就要去講出一個嘅生命應該去點樣表達。5節，如果既然我哋活着嘅人知道必死，死嘅人就毫無所知，亦都唔會有賞賜 reward， 或者你工作嘅裏邊所得到嘅報償。你總之做工你就有收入嘅，啱唔啱啊？除非你係做義工嘅啫。呢個賞賜就係一個報償或者收入，因為死嘅人佢嘅名已經被遺忘。咩情況底下不被遺忘啊？在生嘅人仍然記得咯，但係卒之我哋都係被遺忘啊！我哋要接納呢樣嘢。如果活着嘅人必死，死嘅人毫無所知，又冇賞賜。跟住佢點講啊？第6節，佢哋嘅愛，佢哋更恨，愛同恨都冇啦，嫉妒早就消滅啦。日光之下所發生嘅事都不再有份。弟兄姊妹，你會好關心啲乜嘢㗎？而家關心你嘅身體健康，你嘅工作，
禮拜一翻去會唔會俾老細捽你？通常禮拜一係咪最忙㗎？今日打風慘啊！我喺我哋個屋苑嗰個即係業管啊，物業管理處嗰個嘅職員，乜嘢都一齊嚟喎。我哋啲委員就話呢個係一個嘅黑色星期六，冇電視睇，冇電視睇啊，接收唔到，全部都冇信息，爆水喉，爆水喉，然後咧警鐘有5名，警鐘有5名，咁嗰個職員得一個禮拜六，撲呢樣撲嗰樣啦，揾呢樣揾嗰樣啦，係咪好大壓力嘅？我哋呢委員有即係要求好多，咁其實我嘅工作咧就係去安慰工作勞苦嘅人，常常俾鼓勵，因為咧你哋有冇人做業管，即係物業管理啊？有冇啊？有啊嚇！要你係好人，你就要做啦，因為咧而家啲物業管理有啲人咧係要即係有好多利益瓜葛㗎。我要講嘅係咩咧？工作。我哋每個人都有工作。你嘅愛恨嫉妒早就消滅，日光之下所發生嘅事就不再有份啦。當你冇咗呢個生命嘅時候，第七節。所以傳道者有智慧。人生其實係好多困苦、好多無奈、好多虛空，但係佢哋就話：面對咁嘅處境，你仍然要學習歡歡喜喜嘅吃飯，心中快樂，喝你嘅酒。前設就係神悅納咗你嘅作為。咩情況底下被悅納啊？你工作忠心咯，你做好人咯，你善良咯，你盡你自己嘅職責同埋能力咯，你發揮你所長咯。所以喺咁嘅情況，面對好多唔同處境，你就歡歡喜喜吃你嘅飯，心中快樂，喝你嘅酒。我去每一個地方咧，都飲嗰度地方嗰啲啤酒啊。去德國仲慘，德國係啤酒之鄉咁滯。馬丁路德講完道都有啤酒俾佢嘅，即係車馬費係啤酒。所以咧，每飲一次啤酒就影個相。其實都好勞苦㗎，去德國。Jack 咧唔好講啊，喺攞緊行李嘅時候收到Eric 牧師嗰個嘅消息，我而家啱等緊行李，但係咧已經咧係 jet lag 咗啦，10幾個鐘頭冇瞓啦，搬行李啦，湊孫啦。咁德國出名嘅嘢香腸同埋咧係酒，梗係要嘗試啦，因為神已經悅納咗我做外工嘅工作啊嘛，歡歡喜喜吃你嘅飯，開開心心飲你嘅酒。上帝所賜嘅美好，佢獨特嘅創造，佢獨特嘅賜予，我哋就好好嘅享受。因為咩啊？第8節，我哋要開心啦，係咪？即係今日嚟我都着翻呢件 jacket。我唔係次次嚟呢度都着 jacket 㗎，今日要着啦。咁有啲原因上鏡啊嘛。你頭上要去喜慶嘅時候，都唔好咧係缺少膏油，要識扮靚。我個女就成日同我講：阿爸，你執得好啲啦，因為呢個世界嘅人，你入一個鋪頭啊，你執得好唔好啊？你好影響咧嗰個店員對你嗰個招呼㗎。人真係睇外表啊！咁有啲時候我又唔係好 care 嘅，我都係基層長大㗎嘛。咁但係我個女咧就要教我呢啲樣嘢。執得好啲，所以我嚟之前剃鬚㗎，梳好個頭㗎。呢個係我哋作為人喺神嘅面前咧，我哋可以做好開心嘅嘢。當我哋咧整得靚嘅時候，我哋嘅感覺係咪舒服㗎？啱唔啱啊？洗完頭沖完涼，你係咪好開心㗎？我個孫就係咁㗎，好開心㗎。第9節。因為咧，
一生虛空嘅日子，就係神賜你日光之下虛空嘅時間呢，同你所愛嘅妻快活度日。猶太人嘅文化嘅裏邊呢，傳道書可能係俾男人睇啦，就話俾佢知你要同你嘅太太，或者我哋今日咧就話你需要咧同你嘅配偶咧係快活度日。前設就係呢個係你一生嘅日光，一生中日光之下勞碌所得嘅報償。弟兄姊妹，呢個就係我哋嘅生活智慧。我哋生活喺當下嗰一刻，我哋知道未來會點啊！我哋卒之會見天父嘅面。但係今日我哋喺生活嘅裏邊，我哋能夠可以好好享受神俾我哋嘅一切。喺呢一段嘅裏邊，其實7至10節就係講到我哋翻去人生嘅裏邊，所有嘅吃喝快樂主題。之前嗰啲咧都係一個勸喻，你應該點，你應該點。但係呢一度嘅語氣係咩啊？係命令喎。你去吃，你去喝，全部都係命令嘅語氣。命令嘅表達咩啊？意思就係this is an order。咁我哋就唔好諗啦，淨係去做就得啦。上主藉着咧傳道者俾我哋嘅訓誨，叫我哋喺工作同埋喺我哋嘅生活嘅裏邊，喺我哋生活享受嘅裏邊，需要有一個平衡，以致我哋能夠好好嘅應付生命俾我哋唔同嘅種種挑戰。香港一位聖經學者啊，謝惠儀講傳道書嘅時候，佢就話：我哋以敬以虔，活在當下，好好活好呢一刻。呢個係你同神之間嘅關係，因為神已經悅納你嘅作為，好好活在當下。所以有啲時候咧，我就鼓勵弟兄姊妹，你記得當你結咗婚之後，你就好好嘅同你嘅配偶、丈夫好、妻子好，快樂地生活。我哋做男人嘅就好簡單嘅啫 ，Happy wife, happy life。老婆開心你就開心噶啦。我咧食嘢咧就好簡單嘅，太太咧師母咧食嘢咧就好多樣化嘅。我哋食飛機餐，其實咧我瞓得好唔好嘅啦已經，飛機餐都冇乜嘢好食噶啦，啱唔啱啊？我哋坐經濟位，有咩好食啊？都係嗰啲嘢啦。咁食早餐嘅時候，佢就要意粉，佢叫意粉咧，我就叫牛肉。牛肉啊有芝士，即係漢堡嗰啲牛肉咧，我好配合佢噶。佢叫呢一樣，我就叫另外一樣啊，因為佢想食唔同嘅嘢啊嘛。點知佢食完意粉之後，見到我牛肉，師母一定試嘅，試一嚿，試2嚿，好食喎，又試第3嚿。試完第3嚿之後，我就話：不如我俾晒你啦。咁佢嘅良心發現啦，唔好，咁再減多一半，咁我就食1/4。弟兄姊妹，呢個係我所愛嘅妻啊！我要同佢一齊快活度日咧，我要咁樣令佢快活，以致我能夠快活，明白冇？弟兄姊妹，喺生命嘅裏邊啊，我哋已經好勞累啊，享受生活種種嘅美好，因為去到第10節佢做咗個總結，你手所做嘅要盡力做啊！因為喺你所必須去嘅陰間冇嘢做㗎啦，冇謀算，冇知識，亦都冇智慧。喺你今日在世嘅日子可以做，就做到最好。傳道者嘅智慧雖然話呢個係虛空嘅書卷，就俾我哋今日喺人生嘅裏邊，呢個世界縱然不好啊，就活好你同我哋今日呢一代，我哋嘅下一代。佢哋會解決佢哋個多人嘅問題。當我見到我個孫出世嘅時候，我深感安慰。呢個世界美好嘅嘢，有啲嘢我期盼嘅，我或者睇唔到啊。我仍然相信我哋嘅年青一代，我哋
啱啱出世嗰代，佢哋會睇好。但係所有嘢都唔係你決定啊，就交翻俾神。生命嘅存活，一切都喺神嘅恩手嘅裏邊。我哋今日唔同年紀階段，我哋點樣可以活得更好呢？呢度有冇20歲嘅人？20歲一個都冇啊！咁唔講20歲嗰啲啊，咁其實呢，最開心嘅係邊啲人呢？就係我哋呢啲咧退咗休嘅人啊！係啊，阿女問我一個問題啊，阿爸你幾時最開心啊？我咪講2個時間咯。我大學階段讀書嗰4年，同埋而家唔使做嘢，冇壓力，唔使為金錢好多煩惱。當然你睇住你嘅水塘仲有幾多啦，要唔使湊仔，唔使好似你夜晚起身要餵奶，呢個時間最開心。香港嘅調查報告都係啊，邊啲人最唔開心啊？40歲嗰啲啊，咧搞緊嗰啲 panel 嗰啲啊，嗰啲可能最唔開心啊，有晒報告㗎啦。但係弟兄姊妹，我要講嘅就係生命唔同嘅年紀階段，我哋都可以有開心嘅時刻，好好活在當下，享受神俾我哋嘅生活。最終我哋要知道，我哋敬畏我哋嘅上主，有啲嘢你都唔好去審判啊！唔到你審啊！你知睇唔晒咁多嘢，你知唔晒所有嘅元素，生命就交翻俾我哋嘅上主。我哋可以做嘅就係感恩神俾我哋生命，我哋學習謙虛去敬畏我哋嘅神，我哋渴慕生命裏邊一切嘅美好，以致我哋屬神嘅人，若不是主嘅慈愛救贖我哋嘅生命，我哋呢一生都係枉然。所以我哋知道主嘅慈愛比我哋嘅生命更好。只要你同我努力豁出去為主作工，一切嘅作為就喺神嘅恩手嘅裏邊。但願我哋彼此鼓勵，彼此勸勉，盡我哋嘅能力。我哋祈禱，親愛主，你愛我哋。我哋人生嘅裏邊好多年，我哋都要工作。當我哋有健康有活力嘅時候，我哋都要成為主你自己所愛嘅兒女。趁着白日，我哋就願意多作主嘅工作。我哋活好當下，享受你俾我哋嘅生活，一切嘅美好都係從你而嚟。縱然人生短暫，我哋要好好把握。求主恩待我哋。主啊，惟願我哋有一天回到你嘅懷抱嘅時候，我哋一無懼怕，我哋能夠安然。主求你恩待，多謝你聽我哋祈禱，奉主名求，阿們。奉獻係基督徒對神愛感恩嘅回應，亦都係信徒當盡嘅本分。今日有2項奉獻：紅袋常費、綠袋抗糖基金。
請大家低頭禱告。慈愛嘅天父，感謝你豐富嘅供應和看顧。現在我哋甘心樂意獻上嘅一切，求主悅納祝福。祈禱交託，奉我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而家代表教會歡迎第一次參加我哋聚會嘅朋友或者友會弟兄姊妹。如果你係咁咧，請你舉舉手，好想拍掌歡迎你哋。有冇第一次參加嘅咧？參加晒嘅嗬，你都係參加過係咪？OK， 好，唔使驚嘅。OK， 好。咁我哋有啲家事報告下。好。咦，你係咪第一次參加？唔係啦，我俾你做三福定係唔係，我講週六崇拜喎。週六係啊，週六第一。你喺福音主日信住㗎嘛？係啊。我記得你，但係如果週六你就係6月21號福音主日信住，你係而家第一集，我哋歡迎你啊，係嘛？呢度有好處啊，細隨時對話都得嘅，冇問題，隨時澄清。OK， 歡迎你嚇，好開心喎！我見到你6月21號之後一路都有返崇拜啊，好感恩啊！感謝主。咁多謝林開正牧師啦，西區浸信會榮休牧師嚇。佢唔係第一次啦，一路都嚟去教導我哋好感恩。會友大會咧，大家知道啱啱又收到資料話10點零鐘就掛8號啦。咁所以聽日崇拜咧，應該冇咁快走嘅。理事力場嘅禮拜唔發揮作用嘅，因為唔使翻工啊嘛。咁好大機會咧，就我哋會今晚出啲通告咧，就冇崇拜咧，亦都應該冇會友大會。咁但係會友大會都要執事會討論究竟幾時去開，咁稍後通知大家好唔好？咁以林小組啦，鼓勵大家如果你想參加我哋小組咧，就要參加呢以林小組先嘅。咁等你認識咗之後咧，安排你進入小組。啟發課程啦，再一次上次講咗啦，一個互動。好隨意可以咧，將你心裏邊對基督教信仰嘅贊成、唔贊成、疑惑、保留，都可以一個係好嘅氛圍裏邊有同工啦，有弟兄姊妹同你一齊分享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真係發覺你有啲親友咧係適合呢種嘅方式嘅，鼓勵參加，好嘛？咁快㗎，咁好事嚟㗎。咁但係都另一樣感恩嘅係咩？就係今日終於我哋完咗5日半嘅假期聖經班啦。咁好感恩啦，68位小朋友。喺當中一半係自己教會，一半係街外嘅。咁特別好感恩，亦都有10多位嘅長輩咧，真係朝頭早8點鐘就翻到教煮飯。咁但係又好多，即係有一啲嘅家長咧，唔係翻教會就話啲小朋友好開心喎，話好好食喎咁樣。咁我覺得咧，希望咧呢一份一點一滴嘅愛咧，都能夠去傳送，同埋最重要佢哋係有機會認識神。咁所以咧要去我哋稍後咧就要攞到嗰啲冇翻教嗰啲名單咧，我哋就會再去電話邀請佢哋翻嚟。咁上年嘅情況咧係滑鐵盧嘅，得一個翻咗嚟啫。咁但係希望繼續做咯，係嘛？做到幾多得幾多，好嘛？好，我哋同站立同唱讚美詩。讚美聖父慈愛心恩，基督拯救憐憫罪人，靠主恩眷聖靈導引，三一至高永活存啊！請低頭領受從上帝而嚟嘅賜福。但願使人有盼望嘅三一上帝，因信將喜樂平安充滿你哋嘅心，使你哋藉住聖靈嘅能力，凡事上大有盼望。願聖靈幫助我哋，俾我哋體認就係上帝係生命嘅源頭，以致我哋能夠可以就係學習就係敬虔度日，並且能夠可以享受神你俾我哋嘅生命嘅份。願三一上帝常與大家同在，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。各位請坐。今日聚會結束。